心的听众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1页。解说甲正文第51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，就是解说甲后道经出家机界精进。即摆呢，就是要来所来解说一面。一面就是一日一时之言，远来礼敬；思月五九念你，你来何满？月作梦何相写罪？今虽出家可行，将难报德。机为传法度生活，弟子上览涅盘经。未晓常无常义，乞和尚自悲略为解说。思月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之法分别心也。今晚咱就要来解说这段意思。这段就是讲，这个智成智铁，在未出家以前名叫做张行昌。伊做张行昌迄个时阵呢，就受到北方新秀门下弟子伊的所使结果呢，就要来行刺慧能大师。也受到慧能大师的感化呢，伊就去出家啦，受戒就精进佛法。这是在前面所讲，一日一时之间。就是讲，这个张行昌出家了，有一天呢，就回忆书之言，书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。就是讲，有一天伊就想起了六祖慧能大师所甲伊讲的话咧，就远来礼敬。远就是讲真远啦，讲真远呢，就来甲伊礼敬。那这个礼敬，这个敬的意思呢，就是讲过去诸侯也向北来见天主，名叫做讲做敬，就是讲对这个天主的面谒名叫做讲做敬。以后的人来用这句话啦，就是讲下面的人来去见面顶的人。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敬。可见这个行昌伊离开了做慧能大师了，去出家修行是离开早起真远的所在。所以这名叫做讲做远来礼敬啦。来时阵呢，思月五九念你，你来何远？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啦，讲我呢念你已经真久啦。真久以来呢，拢一直伫咧念你。你来何远？讲为什么你来遐尼真慢啊？若个换倒转来讲，就是讲你为什么遐尼真慢？到这个时阵你才来呢？月做梦何相写罪？迄当阵，这个行昌就甲伊讲啦，讲做梦何相写罪？这个做唔通甲伊当作讲脏的意思。这个做应该就是讲昔日，就是讲以前啦，就是讲来追溯以往，名叫做讲做做，就是讲以往呢，心梦你何相写罪？咱讲是心梦何相写罪呢？因为六祖慧能大师，伊不但无追求伊讲伊要来甲伊行刺，搁再钱互伊，搁再叫伊赶紧离开。这当然就是下边伊的罪咯。你若无呢，话一句讲有刺客来我相信啦，六祖慧能大师门下这弟子拢做一么围来就将这个行昌甲伊抓起来，抓起来了，送去官厅，当然官厅就甲伊办啦。安尼呢，伊就罪咯。伊无甲伊追求，搁劝伊离开，这都是下伊的罪。讲今虽出家可行。讲我现在是虽然是出家，
虽然呢伫咧受苦刑，但呢将难报得。将难报得，就是讲究竟啊，无用意来报答你的恩德。在这个形象的意思啊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对伊的恩惠啊非常的大，因为本来伊是一个劫士，也人交代讲来行刺慧能大师，伊就糊里糊涂就来了。在体之阵，可以讲伊完全是一种的世俗凡夫的迄个恶心，到甲来要杀六祖慧能大师，刀啊举起来，遐尼正来刀扑三遍，慧能大师阿妈棍呢一点仔囝都无着伤，安尼啊受到伊的感化，就转换心来学佛修行。而且呢，受到六祖慧能大师这款的道德的感化，可以讲就是念念不忘。所以才讲做伊的恩德真大呢。因为讲毋是啊，来苦行会当互来报答的。讲机为传法度生福。讲我想想咧啊，出家受苦行将难报得。伊若是要来报答你祖师的恩德，是毋是爱来传法，爱来度众生呢？这个传法度生的意思，就是讲我是毋是爱心望祖师你来传法予我，也我自这个法国再传落去，我来去度化众生，安尼才会当互来报答你的恩德呢？这位行枪，伊这款的想法呢？完全无错误。如何会当互来报答佛的恩惠？如何会当报答师中恩呢？最重要就是会当互来说法度众生。将这个意思讲起来，咱在家修行的人，出家学佛的人，必须要有一个正知正见。这个正知正见，这就是啥物？就是讲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甲咱开示佛法，这是咱世间的明灯。讲一较白话，就是讲佛法若是在世间啦，咱世间的每一个人拢会当好受到佛法的指引，会当好得到安乐，得到幸福，得到解脱。假如讲佛法若是无在世间啦，世间的众生呢，就在迄个黑暗中伫咧过日子，也就是会自业受罪受苦。所以，这个佛法会当永远在世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。要如何使这个佛法会当永远在这个世间呢？那当然就是咱啦，爱一代一代将这个佛法给传落来。要一代一代甲传落来，当然就是爱有这个发心的人，肯啊自己学习，肯自这个佛法甲传出去。所以咱自己来学习佛法，自己来传佛法，这个功德最大。以这个功德呢，才有法度好来报答着佛祖因，有这个功德啊，才有法度好来报答着这个师中因。若毋是这个功德呢，这个佛祖因。师中因呢，究竟是无法度好来报答，所以出家修行最重要就是讲如何对自己师长爱来好好来去学习佛法，好好呢来去报答着师长的恩惠，安尼呢，才会当好来对咱的祖师有所交代，对佛祖有所交代。假如讲咱学佛修行了，只有讲我自己要来去密山，自己要来去疗生死，也毋度众生。那假如讲你也毋度众生，我毋度众生，大家拢毋度众生，也若安尼呢，这个佛法就忘去啦。安尼要咱去报答师中因呢？这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世时阵，也是一再鼓励，一再伫咧交代。你看咱教主释迦牟尼佛。在《维摩诘经》内底，以维摩诘居士来作为代表，因为讲
自己要了生死的人，迄是一种的招牙败将，一种的资料汉。即款的人呢，只是无符合着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度化众生的精神。那何况讲咱现主世的人，伊直直讲自己要修行了生死，那是毋是安尼就会当好修行了生死呢？这个是成一个问题。所以咱必须爱参像这个行冲安尼，爱会当正确认识讲，只有传法度众生，才是会当好报答因德。下面弟子上览涅槃经，未晓上无上义，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。即嘛，这个行冲呢，自己也讲伊是弟子啦，伊已经将六祖慧能大师家当作讲就是伊师父啦。讲我弟子常常来览涅槃经，这个览就是阅览，就是看意思，就是讲我常常来看这个涅槃经，但呢，却是未晓上无上义。这个晓呢，就是了解意思。就是讲，到目睭前，我还阁无了解上以及无上的意思。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。这个乞就是乞求啦，就是讲乞求你和尚呢慈悲简略来对我说明。在《大涅槃经》第13愿来讲善男子五观自性，色界无上，因何知恶？以因缘故，若有诸法将言生者，即地无上。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将言生。善男子，佛性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非过去，非未来，非现在，非因所作，非无因作。非作非作者，非常非无常，非有名非无名，非名非色，非长非短，非因解入之所摄持四个名相。这呢就是在解说常或者是无常，在涅槃经的话，依照涅槃经所讲啦，就是讲世间一切有为法呢，拢都是属于无常。为什么是无常呢？因为拢就是属于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的物件呢，是随着因缘的变化，所以呢是无常。这个佛性乃是不生不灭，无去无来，也毋是属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时间，也毋是因缘所作，所以呢就是常。其实对于这个道理在涅槃经内底已经讲起真正清楚，但这位行冲呢，伊讲我虽然是看涅槃经却是对上无上的意义无了解，也希望和尚会当好慈悲简略来对我来说明。涅槃经呢，名叫做富律谈上，富律就是讲富持戒律。涅槃经这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要入涅槃以前，就是讲要离开世间以前所讲的一部经典。这部经典所以该名叫做涅槃经就是既然佛陀要入涅槃以前所讲的经，而且这个涅槃这两字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。因为咱世尊要离开世间啦，必然呢，对于以前所制定的戒律搁再重新交代一番，那这就是富律就是讲富持戒律。谈上呢，就是讲结果就搁再来谈这个相助真心就是要来显示相助佛性的意义。所以在这环境内底呢，就是将这个无常放在世间法，将这个常呢，就是放在将相助真心就是世出世间法。但下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正相反咱看下面就可以了解。讲事无常者即佛性也，
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此话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来讲，讲这个无常是啥物呢？这个无常啊，就是佛性。本来在《涅槃经》内底，伫咧讲无常是世间法，也佛性呢乃是常住。毋过呢，六祖慧能大师却是讲无常就是佛性。为什么无常就是佛性呢？这个无常，伫遮所讲的无常，乃是约佛性的活用所讲。也就是讲，这个佛性呢，有这个随缘的活用。约迄个随缘的活用来讲起来，名叫做讲做无常啊，记好哦。这是伫约佛性之用啊，毋是约佛性之体啦。佛性之体咧，乃是即种的常住不变的物件，袂使家讲是叫做无常。毋过，即个佛性之用呢，随时随地啊，伊的应用不同。用即个随时随地应用不同，讲起来呢，就是啊名叫做讲做无常哦。所以，即个佛性之所以叫做讲无常啊，乃是用迄个随缘之用所讲。那这个随缘之用，我在这个所在呢，来提一个简单的比例哦，提两个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这个水啊，你冷的嘛是水，你甲变成讲，搁再较冷的温度变成冰，事实上嘛是属于液体。迄个水分呢嘛是变袂较济。你自这水甲形变成滚水，结果嘛是水。所以，这个水的这个本质啦，无论是讲烧，无论是冷啊，应该是无变。毋过呢，伊迄个作用就不同啦。假如讲你这个水呢，若用过迄个真正冷的温度来去激呢，变成冰。水啊，本来是流通性的物件，冰呢，所变成定定，所袂流通啦。为什么一个流通性、一个液体的物件，会变成一个固体定定的冰呢？这啊，乃是随着外面的盐，随着外面的温度。呀，这个冰呢，你搁再用个滚水来甲伊淋，伊会变成水；啊，甲形呢就变成滚水，滚水可以泡伫来啉。偏偏是一个水呀，由于外面的盐不同呢，会当会变成滚水、冷水、冰，安尼岂毋是无常呢？哦，并毋是讲水呢固定就是水，也袂变成冰，也袂变成烧的滚水，毋是安尼。随着外面的盐可以变成滚水，可以变成冰，可以变成普通的冷水。这是在用这方面所讲。咱再搁提一个金仔来讲，比如这个金这个物件，本来是伫金地。啊！你这个金地会使甲伊拍做金鱼钩、金手指、金破链，凡是金的这个装饰品，拢可以甲伊拍。哦，要你甲拍做金的辅助嘛是会使哩啊。但是你无论讲安怎样甲伊拍，安怎样甲变迄个形体啊，金仔都是金仔。所以这个金仔的本质呢，这是无变。这会使甲伊譬如讲佛性本体啊，乃是一种常住不变。呀，这个金的金仔呢，会当甲伊拍做金鱼钩、金手指、金破链种种不同的这个金饰品啦，就等于是讲，这个佛性啊，虽然啊会当显现种种妙用，所以金仔这个物件呢，并不是永远都是死死角角的这个金地。哦，这个金地会变成做金鱼钩，金鱼钩挂咧唔系啦，过来摕金仔店拍变成金手指啦。金手指拍来个唔系啦，才变成别项的物件走出来。哦，所以外表讲起来呢，乃是不断地伫演变。这个不断演变是随着迄个缘呐作用的演变。所以咱各位记好，伫遮伫咧讲无常者，即佛性也。这呢，乃是约佛性的随缘妙用所讲。啊，唔通解约迄个佛性的本体。哦，佛性的本体啊，毋是无常。下面讲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讲什么是有常呢？这个有常啊，就是一切善恶诸法的分别心。
这个分别心会去分别是善啦、恶啦等等。那为什么这名叫做讲做常呢？这个常啊，就是用伊的固执来甲讲做常，用伊执着来甲叫做讲做常。咱今仔日嘛是这个执着心，明仔载嘛是过这个执着心，后日嘛是过这个执着心。这个执着心呢，永远都是这个执着心。这个执着心袂变，要咱这个执着心真正固执袂变，而这个所在呢，来甲叫做讲做常啊，记回好哦。并毋是讲这个善恶诸法本身呢，这是一种的常的意思。善恶诸法本身啊，也是会变，好的人会变歹，歹人变好，好的物件会变歹去，歹物件也变好。哦，比如讲无理想的会甲改善，哦，也有当时理想的，伊会认为做变成无理想啦。所以世间的诸法呢，一直拢伫咧变，但是袂变才是啥物啊？就是咱众生的分别心。咱这众生的分别心呢，伫咧坚固执着。啊，今仔日来执着，明仔载执着，执着无休困，那这就变成一种的常。啊，常是用固执所讲。过去啊，有名叫做讲做亡夫照。什么叫做讲亡夫照呢？就是讲有一个妇人人啊，伊的先生呢去外面做兵，去出征。也出征真久无转来，也伊这个太太啊，可能是平常时甲伊感情真好。所以每一日呐，拢行出去外面，哦，向对伊先生去做兵遐去甲伊看，甲伊望啦，甲伊看。但是较看因先生嘛无转来啊，害啦看到有一天呢，伊将说变成定定啦，说结成啊，一粒这个石头。那这个石头就名叫做亡夫石。哦，就是讲伊这个精神的这个凝固，精神呢变成凝去了。变成将呢定起了，安尼呢，伊这个肉体啊也将定起了，所以变成敢像石头共款。你看这个亡夫石是毋是定来都踩伫遐呢？我相信永远都踩伫迄个所在。安尼这呢就变成一种常。本来咱这个身躯这个肉体，这是一个无常的物件，但呢，却是因为这个心的执着，变成敢像石头，将坚固掉咧。所以，伫遮所讲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，哦，乃是用咱这心的这个执着，今仔日也是执着，明仔载执着，这个所在，该讲叫做常。那事实上，咱众生的执着心呢，今仔日可能分别这项，明仔载可能分别迄项，所分别的呢，或者是无共款。但是无论安怎样无共款，总是一个分别心就是了。哦，今仔日的嘛是分别心，明仔载嘛是分别心，后日嘛是执着心。这个执着心永远无变掉。事实上，咱众生的执着心，你要叫它变啊，真困难。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啊，毋是咱只容易改物件啊，因为这执着心真正坚固，执着掉咧。所以呢，要将一个人的这个习气，叫伊随时改掉，那爱费了真大苦心。一边我。互相所说大位经文，我就是讲这个形象来讲啦。讲互相你所讲的啊，是大违背了经典的文字。为什么讲大违背经典的文字呢？因为在《涅槃经》内底所讲的常是在指佛性，无常是在指世间诸法。现主是着做慧能大师甲颠倒变。将这个佛性改讲无常，将世间的分别心改叫做讲常，安尼啊，正果呢改颠倒变过来，安尼岂毋是大违背了经典的文字呢？这个形象啊，也真正坦白讲出讲和尚啊，你所讲这个啊，是大违背了经典的文字。书曰五传佛心印。安敢为伊佛经？或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说无常。
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上何上恰言实相。此即尚为灵学人专家之学。师曰：我传佛心印。师就是指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就来讲啦，讲我呢是传佛的心印，安敢违佛经？讲我哪里敢违背着佛经呢？传佛心印，但是依照传心法要所讲。讲从释迦叶尊者以来啊，是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移啊。为什么会当以心印心呢？比如讲，约迦叶尊者甲咱世尊讲起来，迦叶尊者的心甲咱世尊的心是共款。这名叫做讲做心心不移。即马迦叶尊者传予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的心也甲迦叶尊者共款，伊才会当好将心法传开。下面讲印着空啊，即印不成文；印着文的，即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啊，心心不移。讲即个心呢，若是着在空，安尼即个印啊就无成文啦。即个印若是着在文呢，即个印就不成法。所以着空着有拢不对，离开着空有，超然的空有的即个所在，才会当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移。所以伫遮咧讲，叫做传佛心印，者就是讲我的心呢，甲佛祖的心完全共款。我就是直接对佛祖所传来的即个法。那既然是安尼，哪里敢违背着即个佛经呢？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家回答的话。注意听清听讲，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